賽18米精英碟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喎，咁啊稍稍墮退縮咗喺後邊嘅馬啦，就係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中間就係綠色衫呢隻和平波嚟㗎，響入邊有知足常樂啦，外邊粉紅眼罩，仲有禪聖輝煌，中間藍衫紫色眼罩，大約2、3位到啦，仲有加州動員啊，內欄走咗上去呢，仲有智取神區跟住個第5啦，第6位就係筋斗雲黑衫嘅，出邊仲有右龍串鳳啊，內欄啊嘉應傳承啦，淺藍衫黃帽嗰匹啊，響佢隔離紫色帽仲有百賀飛駒。後邊5匹馬安請內欄位置尾4直線力山啊，尾3外邊紅衫嘅安宇啦，暫時墊一隊美麗同享同埋一隻呢就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柱嘅時候呢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和平波啊，第2位大熱門加州動員啊，跟住第2，外邊有禪聖輝煌第3，內欄第4智取神區，中間第5呢仲有知足常樂啊，內欄位置嘉應傳承啦，響出邊右龍串鳳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8位馬林中間黑衫啊筋斗雲啊，後邊2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百賀飛駒咧，直線力山啊，內欄橙帽尾5嘅，再後邊嘅4匹啦，有安請、美麗同享，外邊位置呢就安宇啊，咁啊暫時墊後仍然係綠衫粉紅帽嗰隻呢就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和平波就拍住外邊嗰隻加州動員一齊入嚟啊，響埋邊等位有呢隻智取神區啊，中間位置係禪聖輝煌啦，中外檔冚嘅馬有百賀飛駒、美麗同享追緊，外邊呢仲有2隻。分別安請大外檔係有目共賞啊！最後200零米和平波外邊佔先啊！百賀飛駒率先上嚟挑戰，出邊美麗同享亦都喳喳聲上緊嚟，外邊位置就係呢隻有目共賞。最後100零米美麗同享拋離群區贏出呢場精英碟啊！跑第2名呢，好近喎，百賀飛駒埋邊，出邊呢由爆尾追上嚟係有目共賞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係和平波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美麗同享終於都重開勝利之門啦，亦都捧走埋精英碟啊！第2名百賀飛駒中間，出邊追上嚟係有目共賞，埋邊第4係和平波啊！美麗同享咁啊，後尾都着綠架嘅12倍呢，就捧走精英碟嘅艾杜拿告東尼，百賀飛駒呢，就要同出邊嘅有目共賞嘅影相爭第2，和平波呢，就跑第4機會高啲啦。我諗住百賀飛駒食到埋口啦，美麗同享佢撲上嚟個勢咁強，前面唔係好快步速嘅就係2、3名要影相，第1名3號，第4名係8號啊。時間1分46秒91，我哋睇重播啦。係啊，3級賽18米精英碟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喎，咁啊稍稍墮退縮咗喺後邊嘅馬啦，就係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中間就係綠色衫呢隻和平波嚟㗎，響入邊有知足常樂啦，外邊粉紅眼罩，仲有禪聖輝煌，中間藍衫紫色眼罩，大約2、3位到啦，仲有加州動員啊，內欄走咗上去呢，仲有智取神區跟住個第5啦，第6位就係筋斗雲黑衫嘅，出邊仲有右龍串鳳啊，內欄啊嘉應傳承。